坐在你的宝座，我们都因你眼里的珍珠。你曾说过，凡事不做出生命，我和我全家都必得救。我不求你是生命，而为主全能者，至高神，主耶稣。我心靠你恩典，圣洁神配得赞美，至高神，主耶稣。然后其实我在选这首歌的同时，其实我本来就已经选好了今天要唱什么歌。老实说，我前面选的都不是这个，前面选的是降下你的恩雨这样。然后我选这首歌就是有一点小偏心这样，因为我去参加天国文化的时候，然后我就是找到这首歌的原唱这样子，然后就很开心这样，然后就想说来唱这首歌这样。然后这首歌也很好听，里面的每一个字句啊，跟我觉得都蛮有意义的，就是里面有讲过，就是我们都因你的怜悯的拯救。然后这句话是我觉得讲的蛮对的，就是当我们在就是比较困苦的时候，就是通过我们的主耶稣来怜悯我们，然后使我们从罪恶当中来得拯救。然后里面又讲说，我慈爱的天父，他赦免我一切的过错，他是我每一天单单为我这样。就是有些事情啊，是一个不合神喜悦的事情，就是你没办法说一时的来改过来这样子，所以你需要时间。所以你当在重复做这些神不喜悦的事情的时候，就是难免会有一些罪恶感。可是当我每次祷告的时候，当我每次就是跟神接触的时候，这些罪恶全部都离开我身边，就是觉得很奇妙，就是可以跟大家讲说，就是凡事都要祷告，因为祷告真的非常的奇妙这样子。好，我会非常小心的。去。
是高兴，主耶稣，是。